点完是零的，各位全贤晚安。今天我们写以恭送弥勒。救苦真经，不是哦，一开始是恭送关关圣帝圣帝君君伏魔真经，光考人见这道心，真心地点挂古今，正点之门正道同，了脱生死从此门，帝王将相平和论，功过对错称己身，君临天下尘世现，赏善罚恶见世人，虎虎降龙家邦正，威灵显赫三界经，魔高一丈而足具，道高一尺化太平，真水真火系身上，浩然充塞在其中，经年累月修精进，中孝节了万民，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一部西江上告天庭，台庄正正不知大愿意成显灵，目神人敬人福音，手提合同只害怀抱，今万日一片丹心，焚香导诵伏魔真经，神威法真即刻降临，你要出没，一块平顶。网络不顺啊，还弹出来了。怎么会网络这么不顺呢？重新按了，可能就是要重新开机啊。先等一等。网络不顺会念的经文会有漏掉一些字啊，是网络不顺造成那个断断续续，字不完整，重新开机啊。你用这个是用 WiFi 的。应该要会自动转换的，没有 WiFi 也会用那个通信公司、通信行的网络啊，电信公司的网络啊，这样才对啊。重开了。如果还是不顺的话，那真是可能是那个 LINE 的问题。LINE 有时候传送档案也送不出去，会显示信息无法传送，没有办法十全十美的。重新进入试试看。修身与汤罪己节奏罪人，不信亦说仅五篇制，视听言动无中庸，无领凡界微软显化，修身阐述贵在知行，诵经明心依经实践。
二心。购物蛋干再不有二论心。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利基道化家庭，父慈子孝人间美景，孝贤门第则敏德风。曾子三省克主辟疾，黄香整天下两冬温。一日三朝文往并显，夫主生损梦中成眠。百孝经文奉为不变，老少皆能采衣宜亲。老夫立为强，安身立命报道奉行。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。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，扬秉后世。以显父母，是谓孝忠。同气连枝，常枕大被。兄有弟恭，亲有裕坤。严氏家训，告诫子孙。留德后辈，加言义行。婆媳伉俪，不得有事。鸡肠鸟肚，姑少不灵。空中照摇，无中生有。离间兄弟，非是敌亲。夫和互顺，如鼓琴瑟。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。取有弊端，不骄寡信。有朋归亲，相视贵中。损友无情，是非不断。亦有利己，质量多闻。智者明辨，清流敌视。志同道合，天理道合。中国有真祥。今人城中道生，敦能秉德，以化暴力。修理诚意，君臣一心。德载百姓，心系万民。清正廉明，一路福星。晏子春秋。屈原党臣，枕戈待旦，精进不懈。范言之年之见唐有魏征。今时古月，今见月古唐有魏征。今时古月，今月古人。与世笨拙，唯我不能。三论忠义，气贯长虹。撼动山河，秉列中心。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。无坚不摧，横扫万军。日月昭昭，乾坤朗朗。千尘不变，烈火纯青。天地平水，千古常在。星斗巍峨，万世长存。昔有孔圣，周有列国。推道续蜀，天下齐亡。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。16字诀，首夫一诚。孟子性善，事端之发。心别毅力，一生大功。其为气也，配义大。至大至刚，至妙至灵。尊无困苦，有载。汉今在朝廷，威胁利诱，不辱使命。饮血吞章，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，殚精竭虑。鞠躬尽瘁，只求全忠。忠诚义守，逆臣力取。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，一门忠烈。精兵猛将，条条忠魂。岳武木匠，精忠报国。12金牌，何惧死生？
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。家国天下，自觉参天，满江宋末山解真傲骨，山河破碎人间果存。诚人取义气解正气，歌咏千载天下人平。当寻包拯何人不是？但是中历史后留名。入主金宫合同议政，奈何已是途中一心。工厂仔细八卦芦荟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。大好大宴大愿大喜，尊师重大公益双成。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。无义失信，无脸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之人。大节不语，一意待尽。无语则混，不入则昏。无德理者，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只修以严律，丝毫不苟练发言行。四千莫冲礼必琢磨，世俗八邪荡然无存。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，立德立品。真谛妙理，经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。伏魔真经，日日持诵，主境纯诚，必有感应。虔心跪拜，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，日夜遵行。心宽体庞，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。腰志不生，磨当不入，太和元气，七彩祥云。逢修化吉，易难成相，化吉易灾成祥。尊孝行，转运改变。经法千秋，元经过，重炼品酒美大圣神，经重至实，气充盛满，正气充盛满盈，就无形成就大功，一贯彻以。九六乾坤彼岸同登，天灾勿忽时叩首。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，弥勒下世不悲亲。灵宝齐鲁，灵山灵宝齐鲁，灵山地，莲花定正好，山上坐在中原山心地，大圣是穿宝袍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生。云雷震开，开悟极途，天下水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元正教会上圣，天花老虎垂现，收敛显化在古。两极郡混元，这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下，
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归家去。执念当来弥勒听，用心执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续超生，志得西来白羊时，将尔点给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摔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方各方城往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助。下坠三叉救众生。网络不顺要弹出来了。真不容易啊，得来不易啊，都要珍惜啊。网络为什么这么不顺呢？寒流要来了，风都很大的话，很强的话，再重新进入。红华显神通，则起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归正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二挂甲钉，八救援人香，和女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不活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两岸各家去。弘扬大贵，弘扬两道归家去，到三两弥勒尊，福王敕令即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龙王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结成不敢净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两遍得长生，十念三遍仙。第三次传出去了，得来不易啊，多么辛苦的过程，三退三进了第三次要再进去了，按不进去啊，按了都按不进去啊，哎呀，怎么会这么多障碍啊？网络不顺哦，就是这么麻烦。WiFi 呢？奇怪呀。再重新进入。疫情这个已经在功德回向了，在念那个回向文了。你看网络不顺哦，听不清楚或者断断续续啊，所以要珍惜啊，能够有珍贵的资源都要珍惜啊，得来不易啊。恳叩祈求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月位菩萨、
诸佛菩萨是慈悲做主，将水一庆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积久战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积久战争止息，世所至道，圣慈昭歌传啊！积久战争止息。迷了哦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后学就学习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点燃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贤贤，晚安。要念3次。感谢啊，感谢全贤慈悲哦，感恩啊，为全人慈悲。网络不顺啊，你看人家花莲的听了都称赞说很棒啊，这心灵这边的网络不顺了，3次退出来，那断断续续啊，有资源哦要好好珍惜，得来不易啊，感恩上天慈悲啊，感谢护天的慈悲，感谢各点传师慈悲，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线、各位讲师们，大家晚安。愿将以上一点点功德回向自己的弟弟赵天顺，祈求仙佛慈悲啊，帮助舍弟赵天顺往生弥勒净土外院，感恩上天慈悲。